阿龍婷永遠揀嘅歌都好啱數，都係唱普通話嘅。究竟佢今日用廣東話唱出焚身以火，係一陣咩火嚟嘅呢？次喺我哋中年好聲音裏邊唱廣東歌，有冇緊張啊？有少少，我驚我太着重咬字咧，就硬得滯，又驚我唔咬得正咧，又唔好啦。睇下你究竟咬得硬得滯定軟得滯先。好。哇！咁仲係18分啊！評審，我曾經都講過，我好想睇你揀錯歌嘅。即係我好想睇你唔係有鄧麗君，唔係有柔情嘅嗰隻聲。你今日完全係交到功課。同埋最重要就係你唱到畫面啊！冇錯。我點解俾咁高分呢？就係你唱個火字，你聽翻 playback 啊！我感覺到燒緊啊！我直情感覺到有火啊！眼都有火。係啊！唔撞人，你再唔俾一輪，你再唔俾。燒你後邊啊！嗱，啊，即係你個火字真係唱得好穿透到。同埋咧，你話你廣東話唔得，話你唔講啊！我以為你係香港人嚟㗎，你非常之好喎，真係非常之好啊！因為佢除咗唱呢個突破之外咧，你睇到佢個眼，佢除咗衣着咧有俾心機，佢眼有火，好少噶嘛！你記親龍婷啫，
賣牙膏咁噶嘛，成日都好似賣牙膏咁。你嘅廣東話今次我就第一次聽喺台上面嘅啦，合格，放心。另外有一個啦，我扣咗少少分，未去到咧17或者18分咧，就係我覺得咧，因為咧我記得阿詹叔咧以前訪問佢嘅時候咧，佢話佢嗰陣時咧係要編啊，阿沙莉咧，因為佢係要唱焚心以火嘅火字咧，佢要刻意要阿沙莉咧用一個滑音咁樣咧唱上去。如果你今日嗰個滑音唱得更靚嘅話咧，嗰個分會更高。我仍然都想大家多啲層次啊！可能第一次焚心以火係唱俾自己聽嘅，即係我願意犧牲晒我所有嘅嘢去成全呢個愛情。咁第二段可能你唱俾心儀個人聽啦。第三段咧點解會咁激啊古仔？因為呢段愛情多數唔會成就到啦，即係唔係淨係唱熟隻歌咯。好 ，thank you 各位老師 ，thank you。